后来即个洋流风台为台东直接弄入来。屏东的恒春昨下晡短1点钟，累积的雨量将近100毫米，全台湾路上多。结果有侪路段拢来积水。县政府水利处讲，针对恒春附近的东门溪，这个治水已经完成将近90%，后手会加速度累增治。落水离冲到较低所在，规条车路煞变大溪。哦，淹水哦！民众洗车过水，愈洗愈唔对，最后赶紧甲冻店停落来。免冻去啊！由于风台扫过恒春地区，昨下晡短1点钟内，恒春镇累积雨量逼近100米，这是全台第1名。至于恒春镇内有真侪所在拢积水，部分较低路段更加是水淹到差不多骹头有，影响民众的通行。今仔日过去看恒春附近的东门溪水位已经有降低，不过溪水依然正落，甘真热拖沙。这摆杨柳过境东门溪上游的山区，因为落大雨消透未去，拢冲到下游的市区。是讲县政府已经做好整治工作，起一座东门溪的扣水池甲排水系统有发挥功能，治水完成将近90%。下了100毫米的雨，那其实都超过原来我们整个排水系统的设置容量。那所以在宣泄下游宣泄不及的状况之下，那市区才会产生短暂的积淹水。把下水道系统整个完整的布设之后，那就可以加速市区的退水。这摆雨真正是有够大，排水系统挡袂牢，至少讲部分的路段有积水。县政府争取经费补助，要赶紧完成治水的最后一里路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